大家好，我係四一班劉子琪。今日我要分享嘅主題係神話故事。喺神話故事中咧，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啊。今日我哋就講其中一個啦。我要講嘅故事就係愚公移山。從前有一名近90歲嘅人，叫做愚公，佢屋企俾兩座大山遮住咗啦。佢下定決心要帶領孫兒們去挖平呢兩座大山。之後有一個人見到之後就話：愚公，你真是不自量力啊！兩座山咁大，你要一個人帶住啲孫兒們都挖唔平啦，點有可能啫？愚公好堅定咁話：我會帶領我嘅孫兒們挖平呢兩座山嘅。我死咗之後，我嘅孫兒會一代接一代咁樣傳落去嘅。嗰個人聽咗非常無奈，唯有自己離開啦。愚公有一日仲係攰死咗，不過佢嘅孫兒們係冇放棄噶，佢哋繼續接領愚公嘅工作，一步接一步咁做。天上嘅神仙睇到之後就覺得好感動啊！佢下定派人落去拯救佢哋。有一個晚上，神仙嘅下屬落咗嚟啦，佢發現咗一個目的地，佢將嗰兩座山搬咗過去西方啦。第二日，愚公嘅孫兒們睇到兩座山終於平咗啦，佢哋非常開心，但係話：哇！我哋嘅努力都係冇辦法啊！最後佢哋都係知道咗係神仙幫咗佢哋啊！佢哋非常之感謝。我嘅故事講完啦，拜拜。